有仇必記，巨火擎羊。第一章，陳嬌嬌被欺負。程理生把雙腳擱在辦公桌上，手裏捧着手機，大拇指在屏幕上飛快地滑動。短視頻一個接一個地播，先是貓尾從紙箱裏彈出來的搞笑片段，然後是某個 YouTuber 拆解最新款相機的評測，接住是一段大叔用二胡拉海闊天空的街頭表演。他的表情無甚變化，來者不拒地吞食着這些毫無營養的內容。私家偵探這行就是這樣，要麼忙得腳不沾地，要麼閒得發慌。過去1個月，他處理的不過是2單保險詐騙調查，一個自稱腰傷無法工作的裝修工人被拍到在球場上龍精虎猛，另一個報稱家中失竊的師奶，原來是把鑽戒藏進抽屉，夾層自己忘了。還有2宗人物背景調查，這種案子閉着眼睛都能辦。辦公室在一幢舊商業大廈的12樓，窗戶正對着一片沒有什麼看頭的城市天際線。桌上的電腦關着，檔案櫃半開，裏面掛着幾十個文件夾，整個空間散發着一種主人不太認真打理的氣息。手機屏幕上彈出一個遊戲邀請，程理生想也沒想就點了進去。這是一款近年流行的塔防手遊，他玩了大半年，段位卡在鑽石上不去，但也不急着衝，反正時間多的是。電話鈴聲響起來的時候，他剛好撐過第3波怪物攻勢。程理生偵探社，他用肩頸夾着電話，騰出雙手繼續操作。電話那頭傳來陳永仁的聲音：阿生，係我。有單嘢我諗你會興趣。程理生手一滑，放歪了一個炮塔。陳隊長，你知唔知我啱啱打到關鍵位？他把炮塔移回正確位置。乜嘢事？一個女歌手俾人騷擾咗差唔多半年，精神狀態好差，報咗警但進展有限。我欠佢經理人人情，你幫手睇睇。騷擾案。程理生的語氣帶着幾分不以為然。呢啲嘢你哋軍裝搞唔掂？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，唔係普通跟蹤咁簡單。陳永仁壓低聲音，對方知道佢好多私隱嘢，有啲連佢屋企人都未必知。仲有佢收過 3D 打印嘅不雅公仔，同 AI 合成嘅親密照，呢啲嘢唔係普通 fans 做得到。程理生的手指停了下來，遊戲裏的怪物突破了防線，基地爆炸的動畫彈出，但他沒有理會，叫佢聽日過嚟。翌日午後，偵探社的門被推開，進來的女人約莫20出頭，戴着鴨舌帽和黑色口罩，只露出一雙眼睛。那雙眼睛周圍有明顯的黑眼圈，眼下還帶着淡淡的乳青，像好幾天沒合過眼。他身後跟住一個40歲左右的女人，穿套裝，看架勢是經理人。程先生，年輕女人摘下口罩，露出一張清秀的臉，但臉色蒼白得近乎透明。我係陳嬌嬌。程理生示意他們坐下，倒了2杯水，自己坐回辦公桌後的大班椅。陳小姐，陳隊長同我講咗一啲情況，但我想聽你親口講，由頭開始，唔好留細節。陳嬌嬌雙手捧着水杯，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。大約半年前開始，最初係一啲小禮物，她的聲音很輕，像怕被什麼人聽見似的。朱古力、香薰噴霧，包裝得好靚，快遞寄到我屋企，我以為係 fans 送嘅，冇為意。寄去你屋企唔係公司。程理生問係我住嘅地址。陳嬌嬌吞咗一下口水。當時我冇覺得奇怪，因為我嘅 fans 信件有時都會寄去屋企樓下嘅管理處。但後來啲嘢就越嚟越唔對路。他停頓了一下，像是在整理思緒，又像是在積攢勇氣。收到情趣內衣，仲有備註咗有催情作用嘅零食、迷幻香薰，甚至一支迷你按摩棒。他的聲音顫了一下，但所有嘢裏面都冇脅迫或者勒索嘅語句，全部係求愛嘅內容，例如好靚女，想同你做朋友之類。經理人在旁邊插話：我哋報過警，警方話呢啲屬於求愛行為，冇對嬌嬌構成實質安全威脅，而且單憑示愛好難立案追查，只能備案。程理生點了點頭，沒有急於評論。之後更加恐怖，陳嬌嬌的眼眶開始泛紅。我收到一個包裹，裏面係一個 3D 打印嘅公仔，巴掌咁大，公仔個樣係我同一個男人，個公仔擺出好猥瑣嘅姿勢，我坐喺個男人上面。你認唔認得個男人個樣？
唔認得，但嗰塊臉做到栩栩如生，好似真嘅一樣。陳嬌嬌的呼吸急速起來，仲有 AI 合成嘅親密照，將我個頭 K 咗落一個裸體女人身上，啲相逼真到我差啲以為自己真係影過。程理生的眉頭皺了起來。包裹有寄件人資料嗎？冇，全部都係快遞寄過嚟。我已經搬過一次屋，換過電話號碼，但佢仍然揾到我嘅新地址。網上呢？經理人接話，網上挖料越嚟越嚴重，討論區有專門起底嘅貼紙，內容有真有假，有啲係真嘅中學往事，有啲根本係憑空捏造。嬌嬌嘅私人電腦同手機有俾人 hack 過嘅痕跡，郵箱同通訊錄資料可能已經外泄。雖然已經換咗密碼，但他沒有說下去，但意思很明顯，陳嬌嬌已經草木皆兵，什麼都不信了。程理生把目光轉回陳嬌嬌身上。他整個人縮在椅子裏，像一隻被獵人追到絕路的小動物，每一塊肌肉都在微微顫抖。陳小姐，我知道問呢個問題可能會令你唔舒服，但我需要知道對方講過關於你嘅邊啲事係一般人唔應該知嘅。陳嬌嬌的眼淚終於掉下來。佢知道我中學嘅嘢，中四嗰年我曾經同一個矮矮嘅男同學拍過拖，後來散咗。佢話我係貪錢嘅物質女，但佢又真係知道嗰個男同學嘅名，知道我哋去過邊度約會，佢仲知道我中五嗰陣當眾鬧過一個追我嘅肥仔。鬧咩？我叫佢照下鏡啦，死肥仔，話佢憑乜追我？陳嬌嬌用力咬着下唇，我知我唔啱，嗰時年少氣盛，但呢件事佢知道得一清二楚，當時罵得好大聲，成班都聽到。之後嗰個肥仔俾人笑咗好耐。仲有其他嗎？運動會，中四運動會，我做啦啦隊，中途暈咗，送院先發現係經期到，條裙後面染紅咗一片。他閉上眼睛，像在忍受巨大的屈辱。呢件事應該有唔少人知，但冇理由用這些無聊的事來攻擊我。但係佢將呢件事放上網，話我連自己身體都管理唔好，仲有面做偶像。經理人補充，仲有一連串網絡爆料，內容有真有假，佢嘅粉絲跌咗唔少，本來傾好嘅2個廣告都暫緩咗。我哋冇辦法證實寄件者 hacker 同瘋狂 fans 係咪同一個人，因為有啲內容未必係爆料者嘅第一身視角，所以亦有機會係網絡平台聚集咗一班 hackers 專挖陳嬌嬌嘅黑歷史。呢樣嘢大大增加咗調查難度。程理生靠回椅背，指尖輕輕敲着桌面。持續近半年的抹黑和騷擾，不明來歷的禮物與威脅，層出不窮的黑材料，加上電腦被駭，私隱外泄，陳嬌嬌的精神狀態能撐到現在，還沒有徹底崩潰，已經算是不容易了。陳小姐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你中學嗰陣有冇得罪過邊個？唔一定係嗰個肥仔，任何人都有可能。陳嬌嬌想了想，應該冇。我中學嗰陣成績唔錯，人緣都算好，冇同人結過乜嘢大仇。我本來完全冇頭緒，但最近幾個月，珊珊佢係我嘅拍檔，佢話會唔會係佢表哥？佢表哥追過我，我拒絕咗佢，好似一直耿耿於懷。你拍檔嘅表哥，講嚟聽聽。陳嬌嬌猶豫了一下，看了經理人一眼。經理人微微點頭。經理人接話，佢叫余家朗，29歲，係個 freelancer， 做攝影拍片嗰啲，家底唔錯，住何文田。佢追過嬌嬌，但俾人拒絕。佢識 3D 打印嘅技術，亦會 AI 合成影片嗰啲技術，仲有佢喺網上買過微型監視鏡頭，喺 YouTube 頻道上面有教網絡安全知識，熟悉一啲黑客嘅手段，呢啲嘢啱好符合騷擾者嘅手法。佢同珊珊感情幾好，但係呢件事已經令到佢哋3個好尷尬。余表哥程理生記下了這個名字，佢否認，由頭到尾都否認，但騷擾從來冇停過，反而變本加厲。經理人的語氣帶着無奈，我哋冇證據，唔可以亂屈人，但亦冇辦法證明唔係佢。程理生合上筆記本站了起來。陳小姐，呢單案我接，但我需要時間調查，期間你要保持正常生活，唔好因為驚而改變行程，我要引蛇出洞。陳嬌嬌勉強擠出一個笑容，我盡量。送走兩人後，程理生沒有立刻開工，他回到辦公桌前，重新把手機拿起來，點開了那個塔防遊戲。新一輪對戰開始，他慢悠悠地擺放着炮塔，腦子裏卻在轉着別的事情。余家朗 3D 打印 AI 合成微型鏡頭黑客被拒絕的追求者。
haters。每一個拼圖都指向同一個方向，但中學往事呢，拼圖本身不一定代表真相。他打開抽屉，從最底層拿出一本泛黃的線裝書《淵海子平》，書頁邊角滿是蠅頭小楷，是他爺爺留下來的。他翻到其中一頁，爺爺給他用毛筆起的八字命盤，連署見正印命中年上，正印有祖蔭與其深恩厚愛，事實也是如此。新界元朗的祖田足夠他過舒適的生活，不需要像同行那樣四處搶生意，做大做強。在別人眼中，他這種等生意自動上門的態度是疏懶，不夠積極進取，但他從來不在乎。程理生合上書，拿起筆，在陳嬌嬌的出生日期旁邊排列一個他慣用的紫微斗數命盤，廉貞坐命，擎羊、火星同道古書上說的刑囚夾印，主橫發橫破，性情剛烈。這種命格的人容易得罪人而不自知。有意思喎，他自言自語。程理生拿起電話，撥了一個號碼，助手堅有嘢做。電話那頭傳來林慕堅的聲音，講咗幾多次唔好叫我助手堅，乜嘢事？程理生把事情簡要說了一遍，聽落只係普通跟蹤騷擾。林慕堅語氣平淡，像在讀化驗報告，警方都查唔到你，覺得你得。正因為警方查唔到，先至輪到我出手。程理生笑了笑，而且你唔覺得有趣咩？對方可以拎到咁多私隱資訊，甚至知受害人搬屋後嘅地址，電腦俾人 hack， 通訊錄外泄，呢啲唔係普通 fans 做得到嘅。我需要你幫我查幾個網絡賬號嘅 footprint。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。我係政府化驗師，唔係你嘅網絡調查員，但你係我女朋友，呢個理由唔成立喎。咁程理生想象呢單案成件事背後可能牽涉高科技犯罪，你有背景、有人脈、有渠道，你有義務協助調查。林慕堅嘆一口氣，那聲嘆息，你包含啦，我識錯你和是但啦，我幫你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。今晚俾你。程理生笑着掛了線，他站起來，走到窗邊，望向外面萬家燈火。遠處獅子山的輪廓在暮色中若隱若現，像一頭蟄伏的巨獸。陳嬌嬌這件事騷擾持續了近半年，對方始終沒有提出任何實質要求，不要錢，不要見面，不說做我女朋友，否則對你不客氣，只是不斷地鍥而不捨地在他的生活裏製造恐懼。這種行為模式，與其說是求愛，不如說是報復。程理生回到桌前，重新打開了陳嬌嬌的檔案。他用紅筆在求愛不遂、因愛成恨這一行字下面畫了一條線，然後寫上4個字：最有可能。他的腦子裏在編織一張網，一張足以抓住老鼠的網。